对，目标就是一天要拉到1万份，所以为了一天1万份，其实我们准备了大概400-500人以上的志工人员。对，那从志工人力的重组就可以发现，高雄人是对这一次的罢免是多么的热情，多么的踊跃。联署多少个联署站？联署站目前已经有200-300个加起来。卡罢状况目前还有？卡罢状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选举前很清楚的，就是在总统选举前很清楚的，韩国就是一个斗级市长。那个时候，他其实包括韩粉，包括韩国瑜市长自己，其实面对任何议题，他都是采取一个不配合并且攻击的态度。但是在选举以后，他发现民意不在他这边，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实习生市长。我们可以发现，韩国瑜变成了读稿机，任何议题都不敢发言，不再发言。那针对这个状况，其实我们会坚定持续的把我们的罢免进行下去。你怎么看哦？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的风头上，那你的罢免，你要怎么把这些人就是催出来，帮你们签联署罢免？那另外就是说，那个你怎么看韩国瑜过年期间他的表现？因为就是被外界说他可能就是先休息了一下子，然后就是到疫情发布了之后，然后才出来主持会议。你怎么看整件事情呢？事实上就2点嘛。第一个，因为我自己是医生，其实我也很关心，并且很担心疫情的状况。所以对于在联署期间，为了避免疫情的爆发，我们会做好完整的措施，包括我们在现场会发放给所有的职工口罩。第一点，第二个是我们在现场会准备干洗手液，每一个来签署的民众，这个干洗手液都会把他这个笔以及他的手消毒过，避免疫情借由我们这个联署的情况爆发。那这同时也是让所有来联署的民众并且职工都达到彻底的开心的目的，这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从统计就可以看到，6都的市长里面，只有韩国瑜市长在新年的时候没有全程的待在自己的县市。而且，其实如果从医生的角度，从公卫的角度，武汉肺炎的爆发，其实在事前就可以很高度的预期并且预料到，就好像他这个在疫情爆发之前，并不在高雄的这个行为，其实感觉起来就很像明明知道台风要来临了，台风警报已经发布了，结果他还是躲回台北，甚至跑出国放假了，这是一样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一个高雄市长并不是人，我们高雄市民必须要把他罢免下台。OK 的吗？你要这个画面吗？还是？对，拿那个联署书。文字可以蹲一下吗？谢谢。反了。就等我们再来一次。再一次。开始。看前面哦，谢谢。